是 Melissa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台湾的厨房神器——大同多功能电锅。原来的电子锅有很多不同的功能，但其实我只用来蒸东西而已。我们家的电子锅已经用了8、9年了，最近它常常罢工，应该要退休了。所以这次买了便宜又好用的大同电锅。除了电锅以外，还有量杯、饭匙和蒸盘等等。立刻用新电锅来煮饭吧。虽然我家只有3口人，但我买了10人份的电锅，因为一次可以蒸很多东西，超级方便，也可以加热冷冻汤品哦。你用过什么很棒的厨具呢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。Before we finish today's video, let's review the vocabulary. 介绍：厨房神器，厨房神器；多功能电锅，原来的电子锅，功能其实只而已，蒸罢工退休，量杯饭匙蒸盘立刻煮饭3口人10人份加热冷冻汤品厨具